呢一位文武全才曾經擊敗倭寇，教授戚繼光創唐槍兵法，最終卻喺史書中逐漸隱去性命。嘉靖37年正月，福建沿海風急浪湧，浙軍主將焦晃、廣東都指揮楊拱喺南澳島遇襲，全軍覆沒。之戰之後，東南形勢急轉直下，倭寇連續攻陷福寧、福清、莆田三地。時任福建參政嘅唐順之帶兵趕到福州，前線將軍猶豫不前，冇人敢主動出擊。福州督戰廳內，唐順之攞住地圖，反覆標出敵艦可能停泊點。東南軍將多為武舉出身，久於防守，不善主動攻擊。唐順之卻調來義烏、金華練勇數百人，由南塘登陸，一路急行軍南下，一舉突襲倭船後方兵站，焚毀補給。隨後下令斷水源、斷糧道，連續圍剿。3日之後，倭船向南退卻至三沙海域，唐軍提前切腹，命水軍假裝潰退，引誘敵艦深入，埋伏隊伍喺島礁間使用火法突襲，36艘倭船被焚沉，700餘名倭寇溺亡，首次實現以少勝多嘅近海殲滅戰。此戰史稱三沙大捷。呢場勝利唔單止改變東南戰局，亦都讓福建戰線首次實現主動轉守為攻。但係奇怪嘅係，多年之後，多部明代方志與戰功奏摺對此戰皆語焉不詳，只係京川唐宮行狀當中有一句，以一舟錯冊風焚36艘寇猶事據。呢場決定性嘅勝利點解冇人記？原因在於統帥名下冇公職建檔。三沙戰前，朝廷尚未正式任命唐順之為主帥，其身份仍然屬臨時督戰。真正受封者係楊拱同焦晃，兩位已經戰敗身亡嘅將領，戰後無從統計功勳歸屬。此戰之後冇幾耐，抗倭戰事牽連嚴黨趙文華，唐順之與之交集，被視為私黨之人。好多清流文人喺奏摺同筆記中將唐順之視為依附權貴，拒絕認可其功績。三沙大捷成咗沒被允許記入史冊嘅勝利。隆慶初年，倭寇南下銳減，抗倭主力逐步北調。此時，戚繼光自浙江調任溪州，北上防守蒙古騎兵，喺兵法革新方面大刀闊斧，引入鴛鴦陣，提出以短兵器為主，輕裝靈活為戰術核心。後世普遍認為呢個為戚繼光首創，但大量史料顯示，鴛鴦陣實際源於唐順之喺嘉靖40年訓練義烏民兵嘅時候提出嘅交錯布陣。唐順之初到金華，發現義烏地區鄉勇常年同山寇械鬥，善用短兵器如朴刀、棍棒，喺軍訓當中引入對抗性演練，將隊伍分為前刺、後掩、側護3列，前排使用長槍刺擊，二排持藤牌與狼煙阻敵，三排則用棍棒同短兵進攻破陣，演練效果顯著，短兵協同，進退有序。該法首次使用係喺溫州城西小南門之戰，當時倭寇分兩路進攻，唐順之部署義烏兵用交錯布陣守東城，倭軍嘗試強行突破，反被逐段包圍，折損100餘人。戰後，戚繼光被派往浙江協防，曾3次赴金華同唐順之交流兵法，並留下唐公兵法精奇，前未之有之語。數年後，紀厚新書中詳細描述鴛鴦陣兵器種類排列方式，幾乎同交錯布陣一模一樣，唯一唔同在於陣中增加藤牌兵前探功能，令正面衝擊更具殺傷力。唐順之所創唐槍，長7尺6寸，引寬3寸8分，重3斤4兩，屬當時少見嘅輕前鋒兵器。該槍專為民兵同山地行軍設計，便於快速回撤與反刺，係鴛鴦陣中藤牌兵嘅理想配合武器。後續版本由戚繼光定型為狼柯同虎燈炮嘅配合使用，基礎理念延續至唐順之訓練思路，但唐順之未將此兵法廣泛傳播，只留低一部未公開嘅武篇。
內容直到晚清先至被葉志若從藏書縷中重印。呢種低調不爭嘅行事方式，直接影響咗後世對其軍事貢獻嘅認知。比起戚繼光喺《子子堂集》當中反覆提及戰法演變與武器革新，唐順之只喺書信當中提及訓練有德，非舊法可用，兵法傳播方式不同，決定咗影響力嘅天差地別。唐順之出身於世代書香之家，自幼熟讀儒經，卻偏愛兵書與歷算。春秋之外，孫子、吳子亦都不離手。17歲赴南京參加童試，官員閱卷驚嘆其文理兼優，持有理骨，文藏兵機。入仕之後，初任南京禮部主事，不久升翰林院編修。此時正逢台國之爭，清流與權臣交惡，眾多士人聚焦禮制辯論、心學之爭，而唐順之卻潛心研算，著有《歐古胡此論略》《天元說要解》等嘅文章，嘗試將天文歷法與兵陣方位結合。嘉靖33年，黃岩失守，朝廷急調內地文官支援前線，唐順之自請赴閩，時人詫異，一翰林，求調軍務，其心何在？赴任前曾經赴杭州拜訪抗倭將領談論，研讀兵制，研究東南地形，隨身攜帶自繪航海圖，同朝直表，親自測量海岸。文官入軍務，難免觸怒邊疆集團。初到福州，兵備道拒絕配合，稱其紙上談兵。唐順之夜間親赴船廠，同水匠一同測距劃槳，數日後做出新式快舟3艘，試水速度快於原制近3成。水軍將領方信奇真動兵，除軍事與數學。佢亦曾經試圖革新教育制度，在任江蘇提學副使期間，革除科舉弊案，清理同事舞弊30餘起，推動士子學實用兵法與算術，唔再以八股取人。喺蘇州講學嘅時候，曾經以百戰餘生者言兵，非一指空談為題，勸誡學生當學以御敵。好多門生後嚟投身抗倭，成為地方義軍骨幹。唐順之一生文章政績俱豐，卻未喺任何一處停留太耐。唐文字集中收錄文章涵蓋軍事、數學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學、哲學，學界稱其為明代最具跨界能力嘅士人。呢等六邊形戰士喺主流記憶中始終缺乏標籤，既不屬心學正宗，亦都未被劃入武將譜系。與其同時代嘅王陽明被尊為聖賢戚繼光，被稱兵家巨擘，唐順之卻未被封侯，不入名臣祠，死後謹則文定。原因之一在於佢從未構建一套完整嘅思想體系，學問過於分散，難以納入單一史序範式。嘉靖40年，唐順之病重，喺福建海防線辭官還鄉。時局未穩，倭寇零星營犯，朝廷命趙文華兼理軍務，趙為嚴嵩黨羽，言辭張狂，爭言東南冇人，我自可調兵。唐順之卻予以配合，接受趙文華舉薦，設立籌海書院於福州，訓練兵士並著成《籌海圖篇》，提出海上布陣與舟戰策略。此舉引發士林譁然。南京國子監司業張禹聲言：唐順之親嚴黨，豈能不污？明實錄亦語焉不詳，僅稱順之與文華並以防海。清代修明史直書其晚赴嚴嵩之黨，得趙文華所薦。此後數百年，無論地方志或文集，多以趨嚴譏之，但史料並未記錄唐順之從嚴黨牟利，亦冇其貪贓枉法之證。京川唐公年譜中提到，病中不辭，刑獄同兵出同宿營，並冇權位之貪。對比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，提倡知行合一，唐順之嘅天機話則顯得模糊不明。佢自言理在心中天機，主張從事為本，教化為輔，主張實踐於經世，但心學陣營已經逐步體系化。
程朱理學亦都喺官方佔據主位，唐順之觀點游離兩者，難以被奉為一家。此外，文化傳播亦都嚴重限制其記憶流傳。王陽明有全集錄，戚繼光有幾校新書，練兵實紀皆系統成書並長期刊印。而唐順之嘅武篇《籌海圖篇》，經川先生文集版本稀少，流通不廣。晚清方由學者重刊整理，但已經遠離大眾視野。影視與文學作品中，抗倭題材常聚焦戚繼光、俞大窈等武將。唐順之只喺2006年《抗倭英雄傳》中以配角短暫登場，被設定為餘將引路人，出場3集之後便退場。呢位參與擊潰3次倭寇主公，曾經設計戰法、傳兵法、守福州、教義烏嘅文官，終因非主流標籤同政治污名被遺忘喺英雄嘅邊角。或許正如經川唐公行狀所述，不為時所記，言民自己知；不為史所記，言地自己知。蘇州吳中至今尚存唐順之舊宅與祠堂，其家書、筆記、戰報抄本被當地士人代代相傳。